徛台湾看世界，来看美国甲伊朗要继续咧相战。美国甲以色列嘛锁定伊朗石油的建设，开始来攻击。因轰炸着伊朗的首都德黑兰，甲周边至少5座的石油设施。因为安尼，国内落这个黑色的雨。另外，国际油价每一桶是冲破着美金100块。 伊朗德黑兰有一个驾驶赛车伫公路顶看到眼前灭输地狱烈火，恐怖警上火一直烧，乌烟随着火冲起天顶。美国甲以色列切切锁定德黑兰甲附近的区域5座石油设施进行轰炸，大火为半暝一直烧，烧到车白透早也未翻。甘油的乌烟一直冲上天，想袂到煞因为安尼。 附近的地区煞落乌雨。 And you can see here, because this is a white car, that the rain is actually apparently saturated with oil. You can see on my finger that it's completely blackened, and that's something that's been coming down for the better part of this morning. CNN 的记者有看到楼尾顶白色的涂骹拢是乌水，围墙啊嘛拢是乌油的痕迹。炼油厂被攻击，伊朗各地加油站真侪人是烧钱要加油。 مسلماً یه مقدارم نگرانی داره چون معمولاً چیزو زدن یه مقدار شلوغ‌تر شد 中东的冲突影响原油的生产甲运输。CNN 报讲，车白国际油价已经起到超过100块的美金。 不过，美国总统川普认为讲，这无需要大惊小怪。Short-term oil prices will drop rapidly whe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ran nuclear threat is over. Is a very small price to pay for USA and world safety and peace. 日本的战术方面，以色列当局表示讲，拍死伊朗最高领袖军事办公室负责人巴拜安。美国总统川普甲因太太切切是去德拉瓦州的道弗空军基地迎接阵亡的美军遗体。 They're great heroes in our country. 美国以色列甲伊朗继续咧烧战，石油设施变成上新的攻击目标，国际能源计效一定会受到影响。 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